这么大棵的树还能够接在一起，两棵树合在一起，上面是那个左边的，左边这一棵的，左边这一棵的，它那要接的时候要锯掉也不是完全锯断哦，挖掉挖掉几十公分长哎，挖到剩下薄薄的一片了，然后要做接在一起，右边的这一颗先锯掉上端了呢，还挖个 V 型的，挖个 V 型的洞呢，然后接在一起，你看要用胶带把它绑好固定。哎，先用钉子钉好了，薄片跟这个粗的树干结合的地方要用钉子把它钉固定了，那用胶带你要把它缠绕，要把它固定，上面还用那个铝箔把它包好，可能是防晒还是保湿保暖的等等的作用。等到成功了以后，左边可能那一颗才要切掉分离了，那真的是大胆的创意。